正当思想，不能独立人格；事务明确方针，不能得奖拥护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得袂着上苦。什么缺失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将赢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得袂着上苦。什么缺失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拜托，莫拖咯！你的代志啊，兄妹，你受良心嘛无啊？虽然讲我瘦吼，阮你也无欠你食，也无欠你穿啦。厝内拄好讲无钱啦，我做餐卖摕来互你用啦。哦，我讲你无做餐，即摆家己承认啦，家己承认啦吼。这拢是互你时大无好用啦，时衰才会讨妖花生啦。莫怪，伊也去做田啊，去做三七啊，去做徛饼啦。这拢哦，你家教歹啦，这个哦，连你都欠教死啊！好诶，煞去啦。好啊啦，阿福啊。无你是讲煞？阿梅啊，既然伊甲是你的养爸吼，安尼你希望阮安怎做？是甲抓去派出所，或者是放伊转去？那你看有清楚啊吼？你的查某囝希望住在我遮啦，为了今仔日也无拍无生两件，你走啦。我是安怎爱走啊？你甲我查某囝诱拐来遮，我是唔甘愿。我为什么爱走？啥诱拐？等阵你有讲唔对的无啊？是恁查某囝你无好家己，伊才会走出来，敢唔是？打即嘛吼，以后我从你转去啊！我话规矩安尼，你我钱哦，我来家己，我才按个月吼，寄钱去互你做所费，安尼好唔？你要甲钱按个月寄所费哦？嘿啦，啊袂暗啦。好啦，反正哦，伊也毋是我的亲生查某囝，要饲哦，恁提饲啦。哦。建昌，我要来去庙会拜拜，拜煞了后，我会去阿福的因兜行一逝。我想哦，这段时间你逐工拢去共叫了，我总是爱去甲人说一个多谢。建昌，你今仔日就莫阁出去啊，伫咧厝内好好啊休困，我真紧就会转来。起我，对阮阿爸早死，我的养爸是一个菜。客爸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互我一点点仔钱，互我食，互我住，
安尼就当伤害我，我才无信你这套。加加哦，我莫住伫你遮啦。哼！地下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什么名？甲你什么关系啊？你叫什么名？你叫什么名？我叫简金梅啦。简金梅。你为什么要诱拐我的红伞？你为什么要诱拐我的红伞？嘿，你红婿是啥物人啊？我哪有诱拐你的红婿啦？你敢讲无？你负的人是啥？大家来看你的人是啥？徛落怪一个怪一个，叫好的人是啥？你敢用你唔背？好，原来就是伊哦。你等下甲伊讲，像伊迄种的，我无介意啦。就算讲伊要送我，我嘛无爱啦。你即马咧讲啥？你若无介意这个人，你为什么要陪伊出去？你为什么要扶伊？你为什么要甲遐尔亲密？你为什么要互伊这个机会？你讲啊！嘿，你真奇怪呢，是伊来阮兜找我，爱我陪伊去散步呢。啥物我互伊机会？我是看伊可怜呢。你为什么要你亲像救命伊？你讲啊！你为什么要你亲像救命伊？啊！哎，你是起笑了？我先就陪伊是安怎啦？阿梅啊，你去你啦，你去你你莫讲你啊！我啥都会去你。我跟你讲，我你哪有讲安尼我？你去你你啦！莫说我啦！啥都伊来厝的骂我，你大家拢为伊无为我，你拢讲我无去哦。好啦好啦，你去你啦！我不爱去你啦！才讲不爱啦！去你啦！不爱你。去你啦！啊！淑萍啊，阿姨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你安尼做到对得起我啊？建昌逐个都来你家，伊讲要来看你，甲阿好，结果咧，伊真正要来看啥，你拢嘛知影？你为啥要我甲我讲？你为啥要我甲我讲？是建昌伊家己来的啊。你哪会该主动啊？有啊，我有该主动。既然你有该主动，伊哪会要过来哈？伊毋若一天两天，伊逐天拢来呢。你敢有真正要甲伊做到？我看你换一个包装，继续来看这查某囡仔啦。小弟，哇，你才坐一个啦，你听我解说啦。为什么要解说？啊好，你嘛知影迄个查某囡仔生做甲周文仪一模一样。我甲建昌的感情才较好一丝啦，你为什么要甲伊破坏？淑萍，阮无甲你讲，这是阮唔对啦。也毋过建昌，伊敢若来看阿妹仔尔，伊甲阿妹仔也无安怎啦。hen啊，本正我是想讲吼，阮好啊甲苦劝，啊甲开破后听，莫互伊安扫完两外就来遮，想讲吼莫母甲好杂，想讲莫甲你讲哦，莫互你搞操完，对无？啊，我才不爱相信呢！为你少年开始哦，你心内想的都是周文仪啦，你想要保护的人嘛是周文仪，你啥物亲像有想过我？你敢有想过我做一个人家后的心情啊？我自少年就照顾建昌到今嘛，我烦恼伊食，烦恼伊住，烦恼伊的身体，结果咧，伊甘愿咧欺骗我。伊逐天来遮咧看这个查某囡仔，其实伊想的是周文仪，甲这查某囡仔当作是周文仪，你敢看袂出来？你为什么我会甲我讲，我一个人伫厝内底咧看我等伊？阿姨，阿好，以前我拢足感谢你，因为你拢伫苦劝建昌转来我的身躯边。也毋过即摆，我对你足失望，我嘛对建昌足失望的。淑珍啊，淑珍啊！阿母啊，免阁讲啊，阿福啊，你去楼顶甲阿妹仔安慰一下。阿母啊，去啦！
啊，这打你是要去倒啦？放开啦！哎，这打你是要去倒啦，妹啊！哈！我知影拄则淑婷甲你讲遐个话，吼，你真冤枉。要毋过我甲你讲，这间厝的人无人看袂起你，啊，你知影毋？你敢无气嫌我？你迄敢毋是讲我无家教，欠人教事？我是一个歹查某囡仔，无论我哪做嘛是一个歹查某囡仔。你予我走，我留伫遮嘛是叫气嫌啦。无人气嫌你啦，我若真正气嫌你，我嘛袂认你做客查某囝对毋？我无稀罕做你客查某囝。伫咧你心目中，你根本就无认我是干金妹，你是将我当作周文英。你今仔日对我好嘛是因为周文英，迄个阿伯对我好嘛是因为周文英，迄个小查某来厝的骂我嘛是因为周文英。就因为我甲周文英生做同款，我就要承担为伊所有的一切。假使你若要收客查某囝，你去收周文英啦。伊若是死啊，你去收个新主牌啊！你是咧讲啥你啊？安怎？我骂都已经用骂过啊，侮辱嘛互侮辱过啊！你要拍，互你拍，你拍！哈！你凭良心讲啦，你若骂赞我，敢有人气嫌你？自你入来这间厝了后，我敢无好啊照顾你、疼痛你？阮一心一意嘛想讲看你会变好，你会改过话。我知影恁杨平对你的代志，你刺激真大。啊，毋过我嘛有甲讲过，我会按月寄钱互伊，伊无去饲个查某囝，我饲真福来饲，我来饲。你过去的代志吼，我拢会放好袂记你啊。为即马开始，我是你的监护人，我是你的客爸，你所有的一切拢我一个人来承担。迄是你家己愿意的，我并无答应啦。你无答应，你无规咧甲我磕头，无尽我这个客爸，敢无？迄是阿妈逼我啦，我迄当阵无地大，我不得已的嘛。毋管你是毋是家己欢喜甘愿的啦，快紧哦！一世人我就好好照顾你。有一刻中呀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。谢你啦。阿爸，啊，今仔规工拢安尼失神失神，你是毋是搁在想阿妹啊？你安尼逐工去看阿妹啊，嘛毋是办法啊。你拢毋惊小婷阿姨的怀疑心？假使小婷阿姨若知影，你逐工出门拢是为着要去看阿妹啊，到时阵是要安怎啦？我感觉，我替你隐瞒的这件代志，实在是足不应该。阿母，你回来啊？阿爸，阿爸。阿姨。建昌，我拄则去阿姨遐，我看到一个18岁的查某囡仔，伊的名叫做简金梅。你逐工拢去遐，你有拄着伊无？你哪会拢无爱讲话啊？你有看过伊对无？建昌，迄个查某囡仔，甲死去的周文英生做同款啊同款，对无？
到今仔日才知影，为什么你逐工拢要去阿姨因兜，而且转来的时阵哦，嘴角拢笑眯眯啦。我就是讲，你会遐尔啊欢喜哦，是因为咱即摆的感情较好，你的身体嘛较好啊，咱甲阿豪的关系嘛较好。结果，你去遐个目的，就是要看这个查某囡仔，你甲伊当作是周文英对无？讲话啊！你哪唔敢回头看我哈？你是惊讲你若看我，我就会当为你的眼神内底看到你心内咧想啥对无？阮都袂当讲白菜，因为你若讲白菜，我为你的表情拢看会出来。迄个查某囡仔只有18岁呢，啊你咧？你的头毛拢已经白苍苍啊，你搁逐工去看伊，你敢袂感觉讲遮尔袂见笑哈？我咧辛辛苦苦啊，咧照顾你，咧奉待你，你到今晚拢伫欺骗我，你敢袂感觉你安尼哦伤过无体啊啦？你无法度爱一个已经死去的人，你连一个甲伊生做同款人，你嘛要哦？但建昌，我实在想无，你的头壳内底是咧想啥啊？你都话你这世界是要创啥？你安尼这么，我对你有啥物好处啊？我讲一直咧照顾你，去照着你，一直认为讲你会改变。我实在唔知我安尼做到底是咧做啥物啊？阿姨，拢是我唔对啦，我应该较早开始就甲你讲，你唔通误会阿爸啦，嘛唔通怪阿爸，要怪你就怪我啦。你哪要来讲我啦？你哪做嘅？你看你放你这阿姨啊！你看你阿姨啊！你看你阿姨啊！你看你。阿妹仔的代志都还袂解决呢，淑珍的代志又搁冒出来。是讲淑珍这件代志吼，讲起来是阮唔对。唉，我都知，这件代志若甲互淑珍知吼，一定是这款结果了。到即摆淑珍转厝的吼，一定会甲建昌起冲突。唉，我是应该来去厝内甲因看一下。我明明知影，小弟阿姨若知影这件代志，伊一定会掠我。我早就应该阻止你去看阿妹啊！也不过，我不但无阻止，也搁替你养好。我实在足对不起阿姨。有一刻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，才苦了苦。阿爸，你即摆伫我遮，我来向小弟阿姨赔罪。文官，这文具啊！阿爸，我变哪会忘记？拄正情形你也毋是无看到，阿姨规个人敢若起笑共款，连这种甲阻止都互教。我即马无来甲会室的，无来甲认错，看阿爸是要安怎面对小弟阿姨？恁两个是要搁安怎生活落去的？我应该生活安怎，我是无了解。也毋过，自从我识小弟阿姨，一直到即马，
伊拢是全心全意伫咧照顾你。我知影，你对文英阿姨是真深其重，一直无法度将伊放袂记。我嘛知影文英阿姨嘛是一直在思念你，就是因为我知影恁两个感情遮尔深，我才毋知影我是毋是应该像阿妹仔代志甲小婷阿姨讲。看到拄则的情形，我知影我做毋对，我拢无徛小婷阿姨的立场替伊想过。阿姨讲了无毋对，你安尼对待伊是一种折磨。伊一直守在你的身躯边，一直在照顾，伊是希望你会当改变，会当对伊好。结果你甲伊真共款啊！虽然你的人留这间厝，也毋过你的心永远是在文英阿姨遐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。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犹原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？舞台上。